動畫評價21啊！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同埋機動戰士高達 UC。大家好，我係自由意志之子。今日我想輕輕講嘅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頻道主要嘅方向咧係以動漫為主軸，希望以一個感情為主嘅影片。我會以有冇深度嘅人性刻畫、深刻嘅思想內涵、深入嘅歷史人物同埋深遠嘅社會影響嚟討論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哈薩維呢部作品究竟係咪神作呢？以下係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嘅故事簡介喎。睇到呢條影片嘅朋友，我當你已經睇完咗高達0079、高達 Z、機動戰士高達馬沙之反擊㗎啦。之後到咗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咧，完全唔關事，你可以咁講。故事就講男主角布萊特艦長個仔哈薩維以一個特別嘅身份前往呢個地球啦。喺飛機嘅途中遇上人哋劫機喎，跟住遇上咗女主角阿琪琪、安達路西亞，之後一系列尋找身份認同嘅路上邊啦。以下我對呢個影片嘅睇法喎。第一，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係有深度嘅人性刻畫。哈薩維因為葵斯嘅死對佢嚟講係一件大事，之後遇上到好迷人嘅琪琪，琪琪咧就好中意哈薩維嘅。難分真與假後邊嗰句唔使講，跟住但係佢亦都會同另一個嘅角色肯尼斯斯萊格就去街街啊！我想同你去街街。跟住有一個位咧，就係當哈薩維同阿琪琪第一時間去跑過去肯尼斯斯萊格上校嘅身邊啊，嚟我身邊啊！呢一個刻畫就帶出咗哈薩維冇咗愛人嗰陣時嗰種嘅傷感，去回憶翻 flashback 翻。另外咧就係琪琪不停係咁發出釋放佢雌性嘅魅力去吸引呢個哈薩維，來吧，來嗎？哈薩維作為一個男性，佢有陣時都會懷疑到底佢咧係真心定係假意咧做 spy 咧，睇佢來來回咁樣真係好傷心嘅。所以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有深度嘅人性刻畫。第二，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有深刻嘅思想內涵。我諗呢個故事好想講就係當下嘅呢件事啦。我哋好多時都會覺得呀有好多嘢做啊，將來點樣啊點樣啊點樣啊，但係現實話俾我哋知，往往係唔能夠預計。我哋唯有係將每一刻做好佢，努力咁慢慢將一個個嘅階磚咁樣去鋪上去，終有一日或者可以馬到功成。當中哈薩維就同呢個的士司機嘅相遇啦。的士司機同哈薩維講話，而家個當權者真係好得閒呢。當權者叫做馬夫蒂，因為馬夫蒂啊，佢就話要上宇宙，話嗰壇嘢，你知啦，上宇宙俾好多錢俾人先得噶嘛。但原來自己其實係一方維生，自己種下嘢啊，自成一個 corner， 自己喺自己個自治區咪得咯，唔使搞咁多嘢啦。咁所以啦，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有深刻嘅思想內涵。第三啊，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有深入嘅歷史人物。咁今次喺劇場版就揾咗呢個菲律賓嘅達雍市啊，係咪咁呢？ Davao City 啊，咁喺食嘢嘅途中就揾咗呢一個 Chicken Joy， 係一間當地特色快餐嘅連鎖店，叫做快樂風。而當中呢個達沃市卡里南嘅菲律賓雕基金會呢個 Philippines Eagle Foundation 進行咗呢個實景嘅取景，當中的士司機嘅座位就以一個好粉豔嘅彩色加強咗作為東南亞國家好超輕鬆嘅感覺。Forsity 嘅酒店作為呢個雙節酒店 ，Forsity 係指一班生活喺菲律賓嘅少數民族啦。咁另外啦，植物園個名啊就叫做 Flower Environmental Botanic Garden。亦都參考咗現實嘅呢一個 Medical Water Station Restoration， 所以啦，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哈薩維係有深入嘅歷史人文嘅。第四，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嘅哈薩維係冇深遠嘅社會影響嘅，因為閃光哈薩維就係講述哈薩維嘅心路歷程，對於整體嘅高達係冇太大嘅影響。失去最愛係一件痛苦嘅事，係會影響之後對於關係嘅觀感。最緊要係咪能夠破除救贖呢？先能夠把握現在，展望將來。所以啦，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哈薩維係冇深遠嘅社會影響。至於第二個劇場版《赫爾克之魔女》啊，將會喺2025年嘅年尾就會上映啦。我哋都準備好了解更加多哈薩維嘅內心世界未？你準備好未 ？Are you ready？ 咁跟住去到機動戰士高達 UC 啦，我會有冇深度嘅人性刻畫、深刻嘅思想內涵、深入嘅歷史人物同埋深遠嘅社會影響嚟討論機動戰士高達 UC 呢部作品究竟係咪神作呢？而係機動戰士高達 UC 嘅介紹喎。故事就係講男主角巴納吉林克斯喺一次活動當中遇上到呢個女主角奧黛麗白恩或者叫做米莉亞
阿薩比，之後坐上咗獨角獸高達冒險嘅一個故事，再同呢個真假瑪莎嘅繼承人佛爾弗朗托進行呢個交流，唔係交流電啊，最後產生咗自己嘅一個睇法嘅故事。第一，機動戰士高達 UC 係有深度嘅人性刻畫，呢個部分即係要講嘅就係男主角巴納吉同埋女主角奧黛莉。男主角因為一次意外而遇到女主角，之後去到一個豪宅入邊啦，好死唔死嗰個係佢阿爸嚟嘅，佢阿爸就希望佢遠離呢個政治，而令佢入讀呢一個阿勒海姆電子工業專科嘅學校當中嘅工學部資源嘅開發科做呢個 intern 實習嘅學生。最後爸爸臨死嗰陣時就問佢咗佢幾句，我自己加上去嘅有幾句。你認為高達嘅存在意義係乜嘢呢？仔，你認為人存在嘅意義係咩？將人之所以為人嘅力量同埋溫柔去展示喺世界。爸爸就話：咁你必須要有接低成個世界重量嘅覺悟。我巴納吉就話：我其實冇諗咁多嘢，我只係想成為佢所需要嘅人啫。爸爸就話：好啦，你就將高達、將潘多拉嘅盒嘅希望攞咗去啦，地球就交俾你哋啦。呢個就係巴納吉嘅決心同埋女主奧黛莉莎比嘅意志，佢哋超越咗靈魂伴侶、雙生火焰。夢想係四世宏願啊！所以機動戰士高達 UC 係有深度嘅人性刻畫。第二，機動戰士高達 UC 係有深刻嘅思想內涵。UC 討論最重要嗰樣嘢就係知道你所認為嘅真相之後，應該點樣自處呢？劇透啦，因為拉普拉斯之盒或者叫潘多拉之盒，就係呢個石碑嘅條文當中就係一條俾人隱藏咗嘅，就係未來如果確認出現適合宇宙嘅新人類種族，地球聯邦應該優先考慮俾佢哋參與呢個政府嘅管理。公開咗之後啦，地球聯邦就可以大做文章啦，之後就可以減弱呢個新人類，甚至揚言我要消滅晒所有新人類，地球聯邦自己都會內鬥。而新人類嗰方，例如係佛爾弗朗托一定會反對嘅。男主角巴納吉同女主角奧黛莉莎比就將人之所以為人嘅力量同埋溫柔展示喺世界。佛爾弗朗托因此就俾佢感動咗啦，就話高達同個盒就交俾你哋啦，未來就交俾你哋啦，最後變化為一個光。我諗同拉拉一齊消失喺光入邊。咁有人就話，就算個盒俾人公開咗都冇差別，因為人依舊會為咗自我利益行先去打仗，唔會改變。咁跟住我嘅説話啦，我覺得而家要即時討論復用香港輕工業嘅可能性，大家公共討論。如果可行嘅，即時執行，即時加強對於市民嘅認知，重啟呢個工業學校，以 STEAM 嘅呢啲計劃進行，俾學生更加早接觸咗呢個實物。第二，要宣傳工業學校嘅好，可以有一技之長，但係呢一場一定要受到尊重。第三，可以比喻自由，工人咁辛苦去做嘢，如果真心完成咗佢手頭上嘅工作之後，工人可以用公司資源做自己嘅嘢。第四，由工人直接擔任呢個銷售員，因為如果嗰樣物件唔係工人去介紹翻，而係由其他一個真係執行過整個嘅嘢嘅人去 sell 嘅話，佢冇可能咁清楚呢個樣嘢嘅用法出處，有一啲實際操作時可能遇到嘅問題，所以一定要交由呢個工人去自己去講解，做埋呢個賣嗰個，包括咗可能保養嘅部分。而我作為馬莎一方，我一定攞硬㗎呢個封神榜。如果係唔可行嘅話，請即時去思考出除咗金融、地產、專業資格以外嘅可持續職業、農業或者其他嘅可能性，大家公共討論。我期待話俾我知嘅可能係而家呢個世界仲唔需要工業，但將來嘅世界咧唔需要工業㗎啦，靚仔唔需要實物㗎啦、實體㗎啦、虛擬㗎啦，或者係其實你先係睇得最清嗰個啊，嗰度係夠噏，因為唔講其他人啦，我自己係自私嘅人，冇可能。所以機動戰士高達有深刻嘅思想內涵。第三，機動戰士高達 UC 係有深入嘅歷史人物，高達獨角獸以獨角獸頭上嗰個角為名，獨角獸係蘇格蘭嘅象徵，凱爾特神話當中獨角獸係象徵住正直、純潔，同時都有住大無畏嘅騎士嘅精神。而故事豪宅當中嘅畫，可能就係參考咗呢一個《Les Chercheurs de l'Eau》狩獵呢個獨角獸嗰幅畫，就描述咗你用咗處女去落個湖度沖涼，令到獨角獸放低呢個警惕，再進行捕捉嘅方法，以及獨角獸嘅血係可以淨化水源嘅能力。咁跟住另外就係Les Monogos 活馬，佢係宗教。公元14世紀，英格蘭嘅切斯特嘅本篤會修道士拉魯夫希格登喺佢嘅編著當中嘅修道士手冊當中，去指導信徒點樣喺呢個報道當中去談及呢個耶穌。喺佢對耶穌舉例嘅一啲比喻當中，就包含咗呢個獨角獸，以及唔關事嘅。跟住係獨角獸 NTD 佢個系統，本來就要消滅新人類嘅一個信息，但反而會成為咗主角嘅力量。第四真係神奇。所以機動戰士高達 UC 係有深入嘅歷史人物，
漫嘅。第四，機動戰士高達 U.C 係有深遠嘅社會影響嘅。高達 U.C 之後啦，相信已經係高達正傳嘅尾章嚟嘅。高達 U.C 就係講明咗馬莎同呢個佛焰弗朗托佢哋所希望組成嘅一個自治共榮圈。巴納吉同埋奧黛麗莎比講嘅，我相信人類人性咯。你就係帶住光芒穿過肉體去開呢道門啦，用善良去為100年嘅人着想啦。人心雖然係善惡，但仍然要為心中嗰個神去為本而想做你應該做嘅事，就算人哋認為你係點都好，冇所謂。對我嚟講啦，機動戰士高達係有深遠嘅社會影響，而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定係阿巴臨死嗰陣時問佢幾句啦。你認為高達存在嘅意義係乜嘢？你認為人存在嘅意義係乜嘢？將人之所以為人嘅嗰種力量、嗰種溫柔展示於喺世界。爸爸就話你必須要有接低全世界嘅重量嘅覺悟。巴納吉，我其實冇諗咁多嘢，只係我想成為佢所需要嘅人啫。阿爸就話咁好啦，你就將高達潘多拉嘅盒嘅希望攞走啦，地球就交俾你哋啦。呢個就係巴納吉嘅決心同埋呢個女主奧黛麗莎比嘅意志。佢哋超越咗靈魂伴侶、雙生火焰、夢想，係四世宏願啊！大家亦都可以分享你中意機動戰士高達閃光哈薩維、機動戰士高達 U.C 嘅邊個角色、邊個情節、佢嘅配樂、佢嘅樂曲等等。我係自由意志之子，一個中意動漫嘅人。下次唔知出乜嘢，拜拜，下次再見。